platform gate. 聽到呢個熟悉嘅聲音，相信每一位香港人都唔會陌生。呢個就係服務咗香港超過40年嘅英製現代化列車，我哋習慣稱佢為 M Train。今日我哋就嚟介紹佢。M Train 係由英國都城家務製造嘅直流電電聯車，係港鐵車齡最長嘅載客列車，主要行經荃灣線、港島線、將軍澳線、觀塘線。1979年，隨住地鐵修正早期系統通車投入服務，1998年至2001年進行全面現代化翻新，所以正式名稱叫現代化列車。由2024年到依家，隨住新一代 Q Train 陸續喺觀塘線同港島線投入服務，M Train 已踏入退役潮。營運最高時速為80公里，用8卡編組，每卡載客量約300幾人，全車最高可容納近3000人。上述資料僅作參考，由於資料獲取存在局限，部分內容許會隨時間而有所變動。要是鍾意呢條影片，可點擊下方嘅 like。若想觀看本頻道其他影片，請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，咁樣有新影片便會收到通知啦。我哋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